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做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中捷运70号这建安工地吊轨焊着造成上望以外，市长罗秀燕承认捷运系统甲监管拢有训练无够所在。台北有一个79岁妈妈，认为家己8岁年老了后，这小儿麻痹后生无人照顾，惊早起就甲53岁后生翕死。那救命青魔术霍华德进前有含热情的翕宣传影片，用国家称呼台湾，说引起中国朋友批评霍华德是台独。台中捷运70号这个建安工地吊轨焊着造成伤亡意外，调市机关即期讲，这隔音墙和吊轨焊破了后呢，这电力就出问题啊。不过监控中心有愿把这电送出来，让捷运有电会当继续走，才造成这款的意外。因为这监控中心的警觉性不够，甚至有立业议员呢要求这董事长林良泰就要落台。那嘉义市律师公会也表示讲，这会协助这罹难者林相爱家属追究法律责任，包含讨国赔。时间是70中昼，建安工地外口的2个交通管制人员看到工地吊架落伫台中捷运的轨道，伊是惊一个赶紧走。另外一个角度是工人看到吊架落来，不过列车还是继续在驶。台中捷运70这个重大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这个机会嘛，真做这项的重点。下来负责，董事长下来负责。立案议员要求董事长林良泰落台，那立议员嘛拢质疑讲，列车到站一直到弄到吊架，41秒的时间，吊架已经甲隔音墙弄坏，嘛造成跳电。不过监控中心也是进行复电，列车也是照常起行，才会造成意外。是警觉性不够。既然前面已经有了警示，你还是认为让它自动恢复电就好了。行控中心的人如果有6个在场，我不相信6个人没有去看。你当下04秒的时候，你只有财务损失，但是因为你没有预防，列车撞上去以后，又变成人员伤亡。台中捷运解说讲，迄一天确实是有收到电力各样的警示。不过，场站的用电甲轨道用电是属于无共系统，而且伫跳电警示了后，系统自动恢复供电。不过，迄当阵站长当伫通知监控中心，敢若剩13秒的时间，无法度避免意外发生。知道电力跳脱的警讯，不知道塔柱掉下来的警讯，这不是跟这是2回事。而且跳脱后，3轨的电力又马上复归了。伫这个事件内底，罹难者是前期大学的助理教授林相雅，因老爸是前嘉义市律师公会理事长，嘉义市律师公会讲会尽力来协助，提出民事、刑事还有国家赔偿等诉讼。嘉义市律师公会表示，针对新富发建设公司、甲施工人员，也有台中捷运公司等等的相关单位，拢会协助家属来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这刑富法建案的吊轨落落来焊着台中捷运，造成意外。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讲，虽然这届是意外，不过这捷运系统甲监管拢有训练无够所在。除了这刑富法呢，这捷运路线附近也有真侪工地伫咧施工，目前也当咧做这预防性体检。有学者认为讲，这警示系统和 SOP 也个教育训练，拢爱重新检讨。台中捷运绿线虽然伫11已经恢复通车，不过沿线也是有不少建案伫进行中。台中捷运70个意外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台中市长罗秀燕讲，会来启动中捷绿线沿线大体检，市大最快来强化安全。我们从昨天开始，那这个已经展开沿线的大体检，预防性的大体检哈。那包括沿线有5个工地，还有所有高楼的这些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附属物品，它有可能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情形，会危及到终结的。我们也在做全线的大体检。台中市长罗秀燕讲，11都发局来到刑富法伫台中市的9个建案稽查，确实发现也是有工人伫施工，由于违反建筑法，加罚27万。经过事件，刑富法已经向开发超过100万。另外，台中捷运虽然本身有保险，不过也是要求业者爱负赔偿的责任。而这摆事件，台中捷运的系统设计，也有另外的训练加危机应变，开始要补足，也加强台中捷运内部训练。学者认为，台中捷运的预警系统马来加强，可能可以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把我们轨道，不管是它的轨道面上面的，或者是两边甚至上空的部分，
如果真爱侦测到有任何碰撞的风险的时候呢，它都必须要启动一个侦测传输预警的功能。学者认为，除了强化系统有劲的功能，加正式柜台、紧急开关等，台中捷运的应变处置也应该检讨通报流程。若是人员发现无正常，要安怎及时来应变，甚至其他方式让列车停落来，简化流程加强化应变的方式，将法度避免相关的事件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边仔一个建案发生公安意外，连带影响到台中捷运，这也引起到社会大众对这捷运系统的关心。这届发生意外的台中捷运是无人驾驶系统，若准讲到这高雄捷运的红线、柑仔色线，也过这桃园机场捷运，这车顶拢是有司机员的。若准出问题，会当随来打动，让列车停落来。若伫咧车顶、伫柜台顶头，要紧急停车的开关，若准发现到问题，任何人拢会当去使用。列车的门一个开开，保全人员伫咧柜台边，确保乘客起落车的安全。甲台中捷运无人驾驶的系统无共款，高雄捷运红线甲柑仔色的线是属于高运量，列车位关门、起车到驶车，拢是由司机员来执行。若发现有各样，就得发车。司机员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注意我们前方轨道的相关的状况。那如果有遇到前方有异物的时候呢，那司机员他可以立刻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之下，改为手动介入，不管是减速或者是紧急停车，都可以由司机员来完成。高雄捷运的列车甲轨道无设置有物件伫咧轨道的侦测系统，不过透早发班进前会先去巡体记录，若要离车伫驶期间，司机员发现有状况，就会当甲驾驶台顶悬红色紧急停车的开关试落，互车停落来。也若月台嘛有配置几下个紧急停车的开关，互站务人员甲乘客使用。边仔还有对讲机会当通报服务台。服务台你好，你好，不好意思，那个月台它有紧急状况了，要麻烦你们协助一下。好，没问题，收到，等下桃园小区协助处理。同款是高运量的桃园机场捷运，列车嘛有司机员，而且有设紧急停车的开关，月台两边边嘛有紧急停车的装置，若是铁记录发生状况的时阵，就会当来使用。月台会有2个，分别分布在月台的2端，所以像我们这一站的话，就有2个月台，所以总共有4个。台中捷运的事故引起外界对大众运输系统紧急应变措施的好奇甲重视，这嘛互国捷运系统加强相关设备的检测甲人员的演练，要互工作人员以上好的状态来确保乘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继续伫咧乱台湾，愈来愈接使用无人机。这国防部有查到中共的军机飞来32撮，军舰来4撮，拢伫咧附近活动。来讲到 TB001无人机甲 BZK005无人机飞入到台湾的西南空域了后，搁再射去东南空域。也若讲到会当增飞弹的蔡京4无人机是正射台湾。就专家认为，讲这蔡京系列的无人机会渐渐出现伫台海，中共后一步就是要甲无人机相向射台湾。中国加大无人机绕台的强度，国防部12日是侦测到中国32台军机、4台军舰伫台海的边仔活动，其中捌射台一辆上大型的 TB001无人机和 BZK005无人机，飞过台海中线入来到咱的西南空域，搁射到东南空域，会当怪飞弹的轻视无人机是对北部空域过来。这一次顺时针、下针、逆时针，然后再来一个顺针、逆针同时来做，变成双针绕台，整个绕台湾一圈，绕台湾一圈2000公里。他把所有台湾的相关的情资都给收得很清楚，然后将来会慢慢抵近到台湾的这个我们讲的空域线，就12海里，它慢慢会递进。中国无人机继续对台湾做战场的经营，建立资料库。赵元定分析，轻系列的无人机会小连续出现伫台海，中国的后一步恐惊会派无人机相占射台。针对走私集团伫台海走来走去，想要甲毒品、枪支和私分偷运来台湾，海关的海上查缉即马搁加一个帮手。财政部的关务署是交予台船打造4只100吨级的巡击艇，上尾一只海洋艇是10支高船，这巡击艇拢配有暗时当侦查的系统。人员可以配置30个人在里面，这里面的设计里面，除了符合时代里面让男女都可以在里面工作，也装具了陀螺仪稳定的。还有低光源跟热影像摄影功能的夜视系统，
国军是继续验证全台湾14个红色海沙堡有可能变作中国军队犯台登陆的地点。最近嘛，已经针对宜兰桃园加强演练，海军暗算后礼拜针对北部几个海沙堡来模拟登陆，陆军嘛做反登陆操演，会变作汉光演习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篮球名星魔兽霍华德今去到宜兰，甲偏乡的囡仔拍篮球。不过进前呢，伊有含副总统赖清德做伙翕这观光宣传影片，内面用国家来称呼台湾。中国网友是听了无爽快，这玻璃心碎糊糊，批评这霍华德是台独。霍华德今表示讲，伊毋是政治家，伊有言论自由，而且伊无想要伤害任何人，对每一个人拢是平等对待。跳传统泰雅族的舞，宜兰东澳国小的师生是欢喜迎接拿球名册魔兽霍华德。霍华德嘛真热情，和学生来一个 Give me five， 佮记得陪大家做伙拍篮球。除了去偏乡陪囡仔，霍华德佮帮助行销台湾，做来去总统府带一面体验活动的宣传大赛，和副总统赖清德做伙翕影片。Since I came to Taiwan, I'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Are you really sure we can stay for one night at the president's office? Yes. I don't even know if that's legal in my country or not. That's why Taiwan is a free country. 但是影片内面，霍华德是公开讲台湾是国家，所引起中国网友的抵制。其中霍华德台独的关键字，佮变作微博超吹的前2名，看过是超过3亿，互砍一来2花的政治风波。霍华德嘛回应。It was not my intention to harm anyone, and I was just simply stating my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Taiwan. 攻击艺人啊、运动员背后的目标，就是希望孤立台湾。我觉得这样子不好。中国大陆的网友也不必反应过度，我们就是坚持中华民国。调查立委认为讲无需要过度政治化，对中国网友攻击的言论，霍华德嘛强调讲，伊无想要伤害任何人。台湾真好，伊家己嘛捌去过中国各地，伊尊重中国人嘛尊重台湾人，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未来嘛会坚持这种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自通电军是一个高雄基层的营区，今仔进行顶半年电力检查，外包厂商检查时阵，说是因为无甲这发电机的电切掉，害到一个工作人员去电到，加在送病院急救了后，目前生命现象有恢复稳定。高雄市路检处接到通报了后，也赶到现场稽查，就要依照违反这案法，甲这厂商开罚单。救护车 BB 弹赶紧来到高雄旗山的自动电军营区，国军自动电军3大队在里委托厂商向入台进行顶半年度电力例行的巡检。56岁4成技师保养发电机时，因为发电机无断电，入去电到，拢唔知人。目前都还没办法说直接论据说是怎样的一个问题，是人还是物的造成？厂商他们消防单位他们后续来帮我们做检查来确认。那我们目前暂时也避免人员进出。技师脚手拢有电击的伤痕，需要被送往医大病院急救，性命异常稳定。发现病人的左上肢跟2侧大腿内侧都有3到4度的烫伤。那占体表面积的9%到10%左右。下晡晚3点，隔壁严街营区因为电力巡检也被复电，高雄市路检处接报了后，也到现场路检，以违反执案法对厂商来开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已勒令该作业场所停止作业，并依法裁处新台币3万到30万的罚款。营区发生公安意外，国军唔敢大意。自通电军指挥部强调，会协助厂商救护医疗，并且调查事故原因，也要求各单位强化公安的作业，避免相关状况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咱的这个国小、高中、国中内面的教这学生囡仔爱了解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要教互因了解面对问题时阵，因才有法度去处理、再去解决。所以这条新闻，咱就要来看这甲性别平等有关系的新闻。伫金门的某一个国中爆出这性骚扰事件，有一个查甫老师，9年以来呢，拢会招这入补社的查囡仔去到视听教室翕相，毋是翕普通的相片哦，是要求这查某学生就爱换这布料较少、较饱感的衫裤，才要来改翕。目前学校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这个老师也停聘，听候这调查结果。是他们班的学生，每个都这是老师给他们的。对对。
然后他们自己挑的。对。穿短裤、短裙甲丝袜啊，这查某学生排规排咧翕相。金门某一间国中的查甫老师，这几年来招日本社的女学生去教室翕相，而且要求因爱换穿老型老旧的衫。每个学生感觉心内无爽快，向导师反映了后，专案才安尼逼出来。目前，这间学校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这个老师暂时停聘，等待调查结果。可能短裙或者短裤不适合穿内裤，所以要希望说学生把内裤脱掉。哦。那或者是穿的那件上衣的时候，可能那个内衣可能会有那个条状怎么样，这样拍起来可能不好看，所以会要求学生说，那干脆你内衣不要穿，脱掉。是从我大女儿那一届就开始拍了。那多久？大概6年了啊！我女儿有被他骗出去说，他要请他们3个同学去外面吃饭，然后就带我去家里吃饭，然后请他们去厕所换衣服，然后吃完饭带他们去外面拍照。据了解，连同毕业生甲在校学生至少有20个人受害。家长真生气讲，学校的态度有想要甲代志扫掉的嫌疑。麻烦到后日这个老师若倒来教册，会影响囡仔就学的意愿。学校是回应讲，会积极配合调查。第一原则就是保护这个囡仔。将会决议暂时停聘这个老师经过调查。我们第一原则一定是保护孩子孩子权益是最重要的。学校已经根据相关的一个流程，他也召开了姓名会议。那姓名会议最后决议，要由调查小组承认来进行调查。事务师已经进入学校。那所有跟这个案子相关的这一些不管是疑似受害人或疑似行为人，这个部分呢，目前都在相关的一个调查当中。金门县长陈福海指示，爱调查到底。等学校性平会调查完成了后，会第一时间甲教育处报告，若违法必定会严办，要互受害学生甲家长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这国际当中的一份子，咱赶紧来看这国际新闻。美国的这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加中共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在一直咧奥地利维也纳进行会谈。这也是双方伫咧间谍气球事件了后，头一届有这高层的官员来会面。8点钟的会议内容内面，捌讨论到全球区域性安全，也佫有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甚至是台海议题。美国是要求中国莫来插手这军事援助乌克兰，而且也表示讲会继续关注中国伫台海问题这个行动，而且是搁再强调反对任何一边改变台海现状。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1日甲中共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伫奥地利维也纳会谈，2天时间会谈8点钟，讨论包括全球区域安全、俄乌战争、甲台海等等政治议题。美国要求中国莫提供俄国军事援助，嘛表示会关心中国伫台湾问题行动，搁一摆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状况。美国会努力遵循用《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甲6项保证做准则的一中政策。不过，中国有关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搞台独分裂，挑战国际公理和秩序，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绝路一条。中国国家统一必须要实现。这是双方高层官员伫中国间谍家规事件了后的会面。而美国总统拜登7日表示，伫安排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美国嘛积极推动甲中国真侪部门的官员通话也是会面。对此，中国是要求美国莫讲一套做一套。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俄乌战争的状况，美国11日嘛举办听证会，讲俄乌战争影响真济，有可能会成做中国决定是不是要攻占台湾的原因。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re watching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very carefully, and if he's allowed to succeed in that, China will learn certain lessons, and it may not be the single decisive point, but I think it will calculate into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y attack to seize the island of Taiwan. 这个美中会谈是不是对双方维持对话有帮助？有美国官员认为，双方都已经了解维持沟通的重要性。虽然也未讲到细节，也不过有过未来几个月，两边的官员对互相访问。国际新闻台视同朋友。
讲到选举，咱身躯边的朋友拢会分党分派。咱来看泰国的大选特别到位咯。目前是前进党的皮塔声势上悬。在伊接受访问时阵，伊也表示讲，若准会当顺利执政，希望会当增加甲台湾的友谊。就学者指出讲，这泰国必须要积极扩展对外关系，才袂互中国绑掉咧。选民的情绪真激动，小姐甲台顶的候选人握手。泰国大选选举进前，上尾一场政见辩论会，民调持续领先的皮塔亲身出席，伫选前阁有票一个。More and more confident as we approach the ballot day. We've been around the country in almost districts, and the response has been overwhelming. 皮塔表示，前进党关注泰国日落产业的转型，嘛希望改变军人掌权的政治生态。选举的结果若是无像伊暗算的，无排除会甲其他的民主派政党组联合政府，嘛讲到要学习台湾。I had a chance to sit down with Maurice Chang of TSMC. Marriage equalit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number one in Asia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politics in the way you get into power. So hopefully we get to keep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iland and Taiwan. 学者指出，就算现任帕拉育政府甲中国的关系真亲近，不过却造成泰国发展动点，经济成长比其他东南亚的国家要较慢。民主派拿起来，有机会甲西方国家有更加侪接触。Now we have durian, which being export to China only. We used to have seafood that export to Australia, the US, the UK, but now, well, they are banning it because the reason of human rights. They don't really cut it, but they might, balance the power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因为过去泰国无共意识形态支持者，捌发生过几啊届冲突，各界密切注意这礼拜选举了后情势的变化，还有长期执政亲军方的势力会有啥物款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世事如棋是多变化，讲到这选举的内容甲问题，真正有真侪因端。来看这土耳其，因伫咧14的时阵要来举行总统甲国会大选咯。不过伫咧投票的前3天呢，这国土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斯未堪的人家伊抹黑，已经宣布要退选。面对着这款亲像连续剧迄般的变化呢，对这反对阵营，也就是民调上界悬的候选人基里达欧鲁，可能对伊的声势靠帮助。Adaylıktan çekiliyorum. Adaylıktan çekiliyorum. Bunu memleketim için yapıyorum. 5年前的总统大选，代表共和人民党此前总统阿尔多安的因斯摕下30%的选票，不过第2年伊就退党到别党去，今年以国土党候选人的身份来参选。第4位候选人内底支持率大约伫2%左右。在伊也就是投票前3天，因斯伫安卡拉召开记者会，讲过去45天，伊直遭到恶意的中伤甲人身攻击，加做性爱影片伫网络世界播。不过当局对此当作无看，完全无要保护伊名誉的拍算。Onursuz dediler, gerizekalı dediler, aşağıladılar. Bu çok büyük bir haksızlık. 因斯的退选对反对阵营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基里达欧鲁将是一个好消息。今年74岁推出恢复民主、和解、政治色彩中间偏左、行世俗派路线的基里达欧鲁，以49.3%的支持率排第1。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43.7%，两个人真可能必须伫5月28第2轮投票来一决胜负。His strength is that he is someone who is old school, and that means that he is probably better suited than any other opposition candidate to re-establish Turkey's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institutions. Ben kendimi bildim bileli aynı iktidar var ve artık bir şeylerin kesinlikle değişmesi gerekiyor. Bir şeylerin iyileşmesi gerekiyor. İnancımız tam. Son seçim. Artık çok heyecanlıyız. 埃尔多安掌权的20多年，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世俗派民主议会制国家走向保守总统专制。比过去5年疫情、利拉变大、交通费批场甲大地震的种种的打击，更加上反对派声量大增。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伫选前的预测中指出，若民主派顺利甲埃尔多安赶来，
对着土耳其修复甲欧美的关系有帮助，也互土耳其真侪全球民主派拍败强人的典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台北有一个79岁妈妈照顾有一个小儿麻痹后生，照顾伊40多年，认为讲可能家己是要特别百岁年老后生以后无人照顾，今早起7点多就甲这53岁后生活活翕死。救护车比比单伫巷仔内底四架车，因为有70多人伫厝内底已经无开路。伫安全部行出派出所，这个年老的妇人人就是涉嫌动手的老母。蛮错愕的，因为他们家看起来应该是家里就是关系都还蛮密切的，就怎么今天早上就会发生这个？死者老爸笔录做完了后，伫大后生甲新妇陪同的陆续离开。这场人伦的悲剧发生伫台北市上山，53岁4年的细汉后生得到后天的小儿麻痹，一直拢是79岁老母来照顾。几年前找外籍看护来照顾，也过照顾死者这侪年，那雄雄来下手咧。伊讲细菌确诊好了后，胃口真歹，感觉所剩的日子无做呀。过身了后，后生无人接手照顾。昨日早起7点外，才结束囡仔性命。新闻了后，移交杀人罪以上。费用于早上至死者房间时，发现死者口鼻遭胶带封住，明显死亡。死者属有极重度的身心障碍，每个月拢有固定领津贴，又毋是经济弱势，相关的补助申请资格无符合。台北市社会局也表示，并无记录在案。派社工到案家关怀访视，也会随时了解家庭成员的身心状况。长期照顾他本来讲，他就是不断的一个压力的累积。其实有的时候照顾过程当中真的是比较辛苦，而且照顾其实是一个漫长，而且是可能是一个全年无休的状态。有社会团体分析，新手的身心压力袂用忽视，除了爱找到宣泄出口，适时来释放压力以外，也建议爱找相关的机关来协助，互家己会用来喘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不过伫咧社会当中有真侪单亲的妈妈，或者是新住民妈妈，因生活压力真大，咱真好体会到的。今仔日就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集合一寡有困境的妈妈，讲出因的心声，希望社会来重视因的需求。手抱囡仔，伊是今年24岁有4个囡仔的单亲妈妈李小姐。伊讲，每个月囡仔的用品、厝税等等开销，定互伊感觉压力真大。望政府提供较侪协助，互也未成年就有心的妈妈。未成年突然怀孕，真的不知道去寻求谁，就会觉得压力很大。阁有新住民小先生是有2个囡仔的单亲妈妈，伊想要申请低收入补助，想不到阁需要伫越南的爸母申请文件，互伊真烦恼。我爸妈他已经80几岁了，要到胡志明坐车大概2个半小时才到胡志明。大学社工会教授洪慧芬，伊也是特殊教育生的妈妈。伊拄过真侪特教生妈妈，因为家己的特教囡仔无法度融入校园生活，只好一直换学校。洪慧芬表示，原因常常是因为社会的无理解。当孩子没有办法好好适应学校的时候，这也逼得很多障碍生的妈妈，她必须要采取更密集的亲职策略来照顾跟教养小孩，这也连带影响他们的就业。所以，当我们这个社会在鼓励大家生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已经勇敢生育的妈妈，她得到的支持还是远远不足？看见多重困境的妈妈经验。在社会当中，妈妈会拄到各种困境。范芬表示，现主时的社会救助法资格受过严格，致使侪人无法度得到来自这个法的帮助。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承诺会大修法，也望透过互大众看到这寡妈妈的困境，修法进度会使加速。记者郭美长随台北报道。通气空服员这个工会今仔日就指出讲，这中英航空性别歧视女性的空服人员，讲这制服敢若会当穿裙，那种有薪者就爱转去地勤薪水共款会受到影响，因也呼吁这中英航空要爱提供更较多元的选择。下属的军装搭配官大衣，这是目前国情航空女性空服员共同穿插特色。不过，通气空服员这个工会，加中英航空企业工会指出，空服员上界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旅客逃生。不过，女性空服员加军装的选择，根本不利紧急状况，嘛牵涉到性别歧视。
空服员在受训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连身的工作装，穿的是球鞋。公司之所以让我们这样子去受训，这样子去做紧急逃生的准备，就表示说，其实他心里是知道裙装是非常不适合。对这代志，中央航空是回应，员工制服设计考虑公司整体形象加企业识别以外，符合国际礼仪，而且兼有出行便利性。男女客舱组员服装仪容拢各有规定。甲性别其实是无关系。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国际有不少航空公司拢已经开始提供女性空服员有扩充的选择，呼吁国际航空业者嘛应该予女性空服员更加多元的选择。女性空服员会被要求要化妆、要穿裙装、要穿高跟鞋，再次强化了这个性别刻板印象。那这个完全跟我们现在相关的这些规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另外，通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嘛指出，中央航空对有新的空服员拢会要求调职，地属奖金甲年终的积分拢会影响，这是对女性职员无友善。中央航空是回应讲，对有新的客舱组员，拢会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安排做一寡地面的勤务，也是留职停薪，嘛会照个人的需求，协助依法申请育婴停职留薪，相关的作业拢是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家祈祷早灯会因为疫情停办3年，今年搁再举办。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出席。总统表示讲，教会是支持台湾社会安定的力量。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陪同。不过，车集传出讲有网友恐吓吴钊燮，昨这部长信箱搁再收到恐吓批，外交部已经报案，也会加强维安。同先开口。停办3年的国家祈祷早灯会，因为疫情降级，12开课举办。总统蔡英文和各个驻守台湾的外交官，各有政商界的人，拢总400个人参加。蔡英文大声感谢在场的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彭蒙辉，伫台湾奉献70多年。伊嘛认为教会是支持台湾社会安定的力量。我们相信，透过团结所有的力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能怀抱信心，一起克服各项挑战，共享丰盛。Bless all the inhabitants, bless the economy, and the health of every Taiwanese family will be protected by your mighty power. 安那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参加，不过表情看起来是介严肃，边仔维安人员嘛唔敢放冷，因为车站外交部并且有民众来闹话闹交界恐吓吴钊燮。11伫官方网站的部长批箱，佮收到死亡威胁批，而且佮有假形象工具的相片，全部拢是针对吴钊燮。内容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字眼哦，就是威胁恐吓。政策可以讨论，也可以了解，彼此尊重啊。可是诉诸于威胁，诉诸威胁人身安全，这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经把资料交予警察调查，嘛会加强部长的维安措施。外交部欢迎各界表达无同款的意见，不过若准威胁人身安全、黑白洗话、放假消息，都绝对会谴责，袂凊彩准拄煞。记者韩莹、彭耀祖台北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个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因两个人早起去邦桥参加祝惠宫妈祖出巡的活动。两个人虽然是竞争对手，不过见面时阵表现拢真热情，是双手是看安安。也传出讲昨暗的这郭台铭有和郭文哲见面，郭文哲今日强调，因无讲到副总统竞选的话题。也那今仔日是妈祖生，这副总统赖清德也去台北的上山自由宫拜拜。笑眯眯握手，一手挨沙子。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合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加邦桥祝惠宫妈祖起驾绕境仪式。这是郭台铭表态争取国民党及控制署总统大会了后，两人第一摆讲台，准备点起马炮的时阵，也有讲有笑，气氛真好。所以跟侯市长讲这些啊，不管是见到谁都会可以合作吗？这种我们两个的秘密。国民党总统竞选也未决定，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一礼拜内推出上强的候选人。不过，刷风声七早暗时，过关必会消息，也互那边合声兴谷起来。国民党证实有甲郭台铭见面，不过过程中无讲到副手的议题。什么叉叉配的、什么立委什么都没有谈到。但我们是争取所有的支持嘛，就这样。我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态度是这样，人家问我们就，人家要来抓我们，我们也不会拒绝人家嘛。郭董、柯文哲都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朋友，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我们都用这样一个信念，好好的面对
那如何让我们国家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出席自由宫妈祖圣诞三献礼，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念香参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两人各有讲有笑，互动真热闹。祝福咱蒋万安市长率领团队推动市政，会当市政顺利，祝福咱整个台北市民。备战日控制署赖清德也补强阵容，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传出，拍后大将新北市议员戴伟山、台北市议员赵义雄，加前台中市议员陈世凯也要加入强化战力，要伫最近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渔港当年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也造成渔船的港路积沙真严重，影响到渔民要出海掠鱼。最近积沙是愈来愈严重，规个港路都被塌掉的啊！市政府是赶紧启动清沙工程，要来减少渔民的损失。原本是要互渔船行的港路，即马沙拢是满满的沙啊！新竹渔港当年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港路常常拢因为积沙严重。害渔民无法度出海掠鱼。雨沙哦，无法度出去啊，危险，真危险的。啊，对你影响敢会较大个？当然嘛，最大个啊，阮就一定爱等水较甜的时阵才有法度出去啊。无安怎？像你若去卡着沙，一个叶仔才6000块的。啊嘛有可能掉在海啊。出港都不能出啊，进来有时候风浪大要进来又进不来啊，一定要在外面等啊。过去新竹渔港通常是2冬就会清除一届积沙，这个月底会派人来清沙，目前是参渔会先确定规模、参范围，希望量早来解决问题。头前溪本身已经带一些沙进来，那加上它凸体效应的影响，所以新竹渔港呢，长期也是常年都受到我们很多那个不管是北风吹这个沙进来，或者是说洋流本身把沙带进来我们的渔港，所以才会造成我们渔港就是都会有淤积的现象。这一次会使用的总经费是4000万元，那疏浚的量会是在22万立方左右哦。那我们预计也在5月的中下旬会正式进场开工。渔民讲，目前只有等海中的时阵，渔船出入渔港才袂去卡着沙，才敢出海掠鱼。市府表示，上紧会在半年内，按算年底进前完成所有清沙的工程，方便渔船出入。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1933年起的军辉桥是其中一班小接嘉义县市的桥，却因为伤过旧，这桥墩看现现，这个月初5封起来要进行改建工程。公路总局为着要偷开逐工的车流量，伫咧军辉桥的两边呢，拢起一座单向的便道。不过，钓民众反映讲，大概过桥拢爱经过5个青红灯，若到上下课时间，这交通拢卖拍夹。29徛伫路口指挥交通，连接嘉义县市的军辉桥，因为要改建，所以封闭。改建的期间，为了方便民众出入，公路局伫军辉桥的双边边，拢有起一座便桥，限制单向通行，嘛有增加车红灯的数量甲停等的时间。现在这样子就车子蛮多的，那上下班的时候，车流量又更多。后窗方面怪的话，你就变做爱绕行啊，你就爱加动落沙安全灯啊。改道的初期，因为惊民众无煞无适应，相关单位讲会派人24点钟伫遮来指挥交通。嘉义市警方嘛伫上下班车较侪时间加强人力来协助。本来会当行，即马拄也袂当行，变单行道嘛。所以讲，因会要过来这边，会靠位迄边，搁靠一连，到位这边才会当过来。跟嘉义市政府交通处，还有警察局这边。每天都有去密切去观察一下他民众在行驶动线上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滚动的检讨。军辉桥伫1933年起的，伫1959年北市水闸害起了后，伫1960年中建一直使用到今，因为桥面宽度无够，桥嘛旧去，所以需要改建。工程单位表示，规个工程按算明年8月底完工。这段期间，民众出入袂管是无方便，会看交通状况随时调整甲应变，希望减少民众的不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今仔透早有民众驶这油电车甲辅助驾驶的这功能拍轨，却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致使3台车拢做一伙。因为有民众想过靠设这自动驾驶，所以拢无注意到这随时变化的路况。加上有一寡电动车维修费用是较悬的，国泰产险就宣布讲，对5月70开始，特斯拉有2种较高级的车型，无要互因投保啊。外面这只黑色的轿车头前是弄甲脆炎炎。现场车壳的碎片甲零件是压甲规涂骹，这是国道1号36.3公里泰山路段。一个35岁姓刘的查甫人，驶真凶去弄到头前的风浪车，风浪车佫去弄到头前的工程车，这3只车是损伤了真严重。警方到现场了后，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承认迄当阵伊有开辅助驾驶，所以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形，才发生意外。行车若开启驾驶辅助系统，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主动介入操控。以免突发状况发生。高速公路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3月，国道就发生至少29件时间的工程车或者是风浪车去弄到，弄到的原因大部分拢是民众甲人讲自动驾驶的驾驶辅助系统开开，嘛因为真正传出类似的交通事故，后行车的状况是愈来愈恶暗算，嘛致使事故发生的时阵，真恶分辨是啥物人的责任。佮加上高价的电动车维修的费用伤贵。即马国泰产险就宣布，为5月70开始，特斯拉 Model S Plaid 甲 Model X Plaid 2种高价的车无要佮保啊。特斯拉都是以模组化生产，一体成型，所以假设一个地方坏掉，可能就是整组来换掉，那这样造成产险公司理赔金额都非常的高，那损率也无法做一个精准的估算。拒保机会我不能说超过2/3啦，但超过1/2是有的。保险经纪人表示，顶级愈悬卡的电动车，自动驾驶的系统就愈强，因为保险公司的风险较悬。去年亲像明台产险，就已经退出特斯拉的车险。今年是有新安动静，虽然目前也有新港、甲华南会当保特斯拉2种高价车的车险，不过拢有附带条件，保费嘛佫较贵。比较未来若是想要买电动车，车的保险要是爱加减了解一下，才会当有较好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头一台轻零巴士原型车今下晡公开，系因为氢发电了后，敢若会产生水尔，这减少碳排是真有效。国发会也公布2005年净零排放路径，这轻零要列入去电力供应规划，按算会占电力9%到12%。高轻船直接广告抗氢气的设备，就含加油同款简单。启动了后，就会出现复合车来驱动模组需要的电压，互车会当行。12台湾第一台家己做的氢能源电动巴士原型车出现。加氢只要10到15分钟，续航里程就可以达到450公里以上。原型车就电伫遮，首相家己是真满意这台车的续航力是有450公里。规台车的重量含锂电池车比起来是轻2吨，嘛增加车内会当使用的空间。未来量产了后，一台是卖1200万台票。目前还阁是伫个无啥开放的环境内面驶，但内固性安全性合格了后，无排除和地方政府合作。主要的氢能包含了氯氢，可能会造进口。那国内也可以生产25%以上，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大型载具的使用者来讲，可以说绰绰有余。台湾的氢能推展呢，其实是真的有慢了一点啊。大概在10几20年前，我们看到日本、澳洲、英国、加拿大等等的国家，其实都已经在氢能的部分有相当多的研发。不过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晚。韩国、日本、澳洲这国家的氢能巴士都已经发展啦，台湾才拄要起步。但是业者认为讲，吸收别国的经验会当减少行冤枉路。虽然氢气会当减碳，但是嘛有厂商讲，氢能巴士要推动，嘛是看加氢站敢唔够济含投资成本。本身嘛有投入加氢服务的中油，董事长李顺钦嘛讲，社会消除对氢能安全的疑虑，嘛是爱拍拼的部分。但氢能加足重要能源的概念，绝对是全球拢相同。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无介意流浪动物嫌因身躯无清气，甚至有臭味，也有人认为讲伊会甲人咬。不过论真来讲，一寡动物真有可能被放液态零脂放杀，因才会选特别保护家己。加在各地头有真侪好心的人士开钱了时间，替一寡流浪动物找一个吉。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网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流浪动物的世界。奶奶来，奶奶来。哟，
宜兰陆海协会前理事长吴冠豪，10年前因领养的狗仔过身，所以把这份对狗仔猫的爱留给流浪动物。为单纯伫护瓜甲饲，伊直到成立陆海协会，自这起救援、饲食的办节育的活动，拢成做伊日常的生活。他们是比较弱势的，所以我就是想要让大家要去重视生命平权。我们的约会就是较侪时间就是拢去流浪动物的欣赏，所以流浪动物今天是我的好朋友，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是对。看到了，在前面那边。拍破死鸟吊树头，死到放水流传统的风俗，还佫伫咧读册的林医生，决定加做流浪动物的送行者，或者有路无处受苦的狗仔猫仔会当好好行去。因为在法定上面，他们就是废弃物，我就把这件事情发上社群，那更多人去了解这件事情，是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咱伫咧野骨灰的时阵，心内会一直想讲，你后世人去做有志人因兜的宠物，你莫过来做人。这定发心要照顾流浪狗仔猫的民间团队，伫台湾各地尽家己的力量。除了解决现状，嘛希望透过生命教育，让现代动物将个流浪的观念传播出去，让每一个人会当了解尊重动物生存权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随讲爸母为手写台语文，为着要让这语言的囡会当继续生活落去，伫台南有一位退休的老师陈坤发，伊4、5年前开始收集台南地区对荷兰时期到当的资料，也把这附写的文学、历史、风俗、光景的水用4句联来呈现。即马文化局也把老师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本册。先人手尾，甲咱文化包压。也念声，台南古都无人扫，市内老老汤柑啊柑。一句接一句，用趣味的4句联，带大家重新认捌大台南。伊叫陈坤发，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对应台文书写创作真美烂。当年来，伊累计创作真侪4句联，作品内容讲到大台南37区的大细项代志。陈坤发老师表示，希望借由台语文学创作来传承这片土地独有的水。咱这个语言啊，吼，是大家互相做伙时，互相来做伙的一种工具啦。啊，大家若了解咱的族群、咱的国家，大家会通较协和，较会通了解安尼。4句联是一种亚文的民间文学，伫咧喜庆场所用笑诼口碑念出来，增加场面的气氛。而陈坤发创作的4句联，讲到大台南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各区特色。台南市文化局最近就收集伊的作品，出版一本《感觉论金4句联破到台南市4角头》，佮结合台语拼音来对应，啊嘛佮注明着华语的解说。其实都把我们咱大台南吼在咱家的特色吼，跟我们一些风景其实介绍得非常的精彩吼，一起来欣赏这个我们这个母语的文化的特色这样子。陈坤发老师讲，一个民族需要有家己的母语，伊希望透过这摆新册出版，会使有更加侪人看到府城的水，嘛引起大家会当对咱的文化更加注心。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在澳洲东南部的波士尼亚出现第一座哈比人风格砖头，游客会当去体验这哈比人的山洞，咱做伙来去看卖。甲青色衣门拍开，天崩地裂啊，路也无大个，这亲像哈比人的世界就出现伫眼前咯。Voda šumskog izvora energetsko piće, pucketanje vatri, ispeći najljepša glazba, a miris petroleja uspavanka za laku noć。这座奇幻的村庄是东南亚头一座哈比人风格的村庄，因为伫波士尼亚甲赫塞哥维纳中部的蟹脚村，离首都塞拉耶夫大约40分钟的车程。建筑者是4个姐妹啊，因自细汉伫遮大汉，对故乡充满感情，希望做一个什么来吸引游客。I gdje smo došli na ideju da napravimo nešto atraktivno i privlačno i drugim ljudima da dođu u ovo selo i ovaj gradić i na kraju krajeva u ovu državu.
这4个节目啊，有时来设计哈比人的村庄，因开始模仿哈比人大风格，同时加入当地特色。像头一间厝就是以细汉记忆的菩提树来设计，另外一间是以颇好有名的彩矿小店东协来命名。内底天棚也安装精灵石，4个姊妹已经完成2间厝，要3间才入去。希望这座充满哈比人加颇好风情的小村庄，会吸引真侪喜爱魔界人来佚佗。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